Just Delay，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藏人行政中央电视台本周西藏华语新闻节目。本期的新闻要点有：达喇嘛尊者为台湾佛教信众开示佛法；达喇嘛尊者致函祝贺日本新任首相石破茂；达喇嘛尊者致函祝贺吉米卡特总统100岁寿辰；资政边巴次仁访问印度北阿凯德邦藏人社区。藏人行政中央庆祝圣雄甘地诞辰155周年。西藏前政治犯突登益西在拉萨逝世。马萨诸塞州藏人协会为吉姆麦戈文众议员举办感恩活动。西藏人民议会代表团结束对比利时的访问。驻澳洲办事处与人权团体举办11集会抗议中共打压人权。下面请看详细内容。台湾佛教信众的共同祈请，西藏精神领袖第14世达赖喇嘛尊者于本周一9月30号上午，在印度北部达兰萨拉的大乘法院，向7000多名来自台湾及全球各地的信众传授了宗喀巴大师所著的三主要道。尊者在开示佛法时指出，三主要道顾名思义指的是出离心、菩提心和空正见。在所有的成佛之道中，最主要的就是这3个要素。此外，尊者还表示，他在那个里啊，俺是说龙国柴，俺怎么的的，出不修就得给龙国怎么的差，这个怎么的修路老上个话这边呢，扩张了唐代前呢，真正这个超多啊。当然就真正没有，怎么人的被强制说的这个怎么的去重说讲呢？这没这么嘛的，刚当然就他的本身个娘娘扩张套呢，这不是这个中正搞的话，搞根本的话，没蒙古去西面主要的这个。동해 영향심마도 각개미도가 다 차당 걸로데 봐 샤네 지금을 팬심 걸로 야오 지도 스테바이나 다 그걸 팬소 토야지 차대도 나는 상월로 심기 상부 지게야지 계신 거죠. 与此同时，达赖喇嘛尊者还于本周二10月1号上午出席了由台湾国际藏传法脉总会等佛教团体为尊者举办的长寿法会。第104任甘丹赤巴罗桑丹增仁波切和甘丹北顶法王果硕仁波切、第13世功德林仁波切等高僧大德1200余名来自台湾和全球各地的华人信众。以及数千名达兰萨拉的各方信众参加了长寿法会。达喇嘛尊者在法会上开示时表示：“나도 여사다 하다 전지어서 대리여러디 뒤에서 가가지 다 겨울 표수 서고 가봐이네 나도다 다 최게 대바도 도나셔야지 직교 인데면지기 더리께서 점물린 켜 열어야 지금 남괴철로 도나 다 지금 성감을 리뷰는 조단도 잘라 생리부서요 도나셔시게 대기 열에 세상 아랭간에 샤샤나야 생리부님도 토니 계시셔도 나 생리부 처요래 셔 계시전에 향해 처와 되게 요래 자상가 되지 인디 네 저물이 뒤가라 무트니 지금 땀보던 로리야 편도 용토야시기 네 말람 계기 인을 심슈유 아랑아랑만에 후다지기 그냥 상월로기 에네 말람 야고 되버지 에네로 되고시 쇼아 엔트리스텔리
此外，达赖喇嘛尊者于本周三11月2号致函祝贺日本自民党总裁石破茂当选为日本第102任首相。达赖喇嘛尊者在贺函中祝贺石破茂当选为日本首相的同时，感谢日本人民对尊者致力于培育人类基本价值观、促进世界各宗教间的和谐，以及创造一个无武器的和平世界所表现出的兴趣和热情。此外，达赖喇嘛尊者还赞扬了日本推动现代化和世界和平努力方面的领导地位，并鼓励石破茂首相在当今动荡不安的时期继续促进世界的和平和稳定。藏人行政中央司政边巴次仁也于当天致函祝贺日本新任首相石破茂及他所领导的日本自民党在选举中取得的胜利，并对日本政府和人民向达赖喇嘛尊者和西藏人民所展现出的热情友好以及长期以来的支持表达了感谢。与此同时，达赖喇嘛尊者还于10月2号当天致函美国第39任总统吉米·卡特，祝贺他100岁诞辰。达赖喇嘛尊者在贺函中写道：“您的一生非常有意义，如您所知，我一直仰慕您的善行。您能够在如此长的时间里保持活跃，实在令人钦佩。您始终关心并帮助他人的精神是我们大家的榜样，我由衷地感谢您。”另外，藏人行政中央司政边巴次仁于本周继续在印度喜马希尔邦和北阿凯德邦境内的藏人定居点进行了访问。期间，司政与当地藏人民众就关键的政治和文化问题进行了互动交流。司政在访问喜马希尔邦和北阿凯德邦的布鲁瓦拉、顿古玉杰林、德吉林等藏人定居点和各级学校时，赞扬了流亡藏人社区坚韧不拔的精神，并敦促流亡藏人在日益严峻的挑战中保护西藏的文化遗产。他还分享了藏人行政中央数字化举措的最新进展，以及提高流亡藏人社区各项基础设施和福利的相关政策。司政还着重谈到了中国通过关闭宗教和文化机构来抹杀藏人身份的政策，包括用拼音西藏取代英文 Tibet 的险恶企图。司政进一步强调了保护西藏的语言和文化的重要性，并介绍了藏中对话面临的挑战等议题。9月29号，司政边巴次仁访问萨迦寺，受到西藏人民议会议员堪波嘎扎欧洲索朗为首的萨迦各寺院代表的欢迎。随后，司政拜会了第42任萨迦法王大宝金刚仁波切和第43任萨迦法王智慧金刚仁波切。此外，在藏传佛教萨迦派第41任法王赤谦仁波切于本周四10月3号迎来80大寿之殊胜吉祥之日，西藏人民议会议长堪波索囊丹培、司政边巴次仁、副议长周麻次仁、助理法官丹增隆多、公务员选任委员会主席嘎玛义西、第17届西藏人民议会常务委员会成员和宗教与文化部秘书长顿堆多杰等政要，在印度北阿凯德邦德拉敦萨迦中心出席了华诞庆典暨长寿法会。另外，藏人行政中央于本周三10月2号上午在印北达兰萨拉德总部纪念了圣雄甘地诞辰155周年，向非暴力的标志性倡导者圣雄甘地致敬。代理司政兼教育部长塔兰卓玛主持了纪念活动，外交部长诺增卓玛和省纪长拉巴坚赞等民主三大支柱的领导人，以及各部门秘书长和部分高级官员出席了活动。塔兰卓玛部长在纪念活动上接受媒体采访时，强调了保持圣雄甘地的精神和非暴力原则的重要性和意义。此外，根据西藏境内传出的消息，曾遭中国政府关押15年之久的西藏前政治犯突登益西，不幸于9月28号晚在拉萨离世，享年74岁。突登益西于1950年出生在西藏首都拉萨近郊的墨竹工卡县贾马，在当地接受小学教育后在家务农。1992年，他和4名同伴高举西藏国旗，并高呼独立口号，随后遭到当地警方的逮捕。突登益西被拉萨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15年有期徒刑，并关押在扎旗监狱，直到2007年6月获释。
与此同时，美国马萨诸塞州藏人协会于上周六9月29号举办了一场名为“感恩吉姆麦戈文众议员”的活动，以表彰他对西藏人民和达赖喇嘛尊者的奉献精神。在感恩活动上，麦戈文议员赞扬了流亡藏人社区的复原力和全球的影响力，强调西藏精神代表着可以改变世界的价值观，并谈到了他从西藏文化中吸取的有关慈爱、尊重和幸福等的价值观，同时强调了推广这些价值观来对抗当今世界普遍存在的负面情绪和暴力的重要性。藏人行政中央司政边巴次仁通过录制视频向麦戈文众议员表示衷心的感谢，并承认麦戈文众议员为支持西藏自由事业而做出的牺牲。另外，由第17届西藏人民议会议员扎西顿珠和仁增伦珠组成的代表团，于上周日9月29号开始对比利时进行了访问，期间会见了比利时的各界政要。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访问期间，2位西藏议员会见了比利时议员阿尔斯范霍夫和欧洲外交事务办公室的官员，讨论了中国统治下西藏的人权状况。他们还会见了比利时参议员卡尔范卢威，并与隆达协会和国际声援西藏运动的活动人士就提高欧洲各地对西藏的认识进行了讨论。本周二，代表团会见了来自法国、奥地利、立陶宛、罗马尼亚和德国的欧洲议会议员。他们向上述各国的议员介绍了西藏境内的状况，呼吁欧洲议会加强对西藏的支持，并敦促欧盟通过有关西藏的决议。与此同时，应台湾驻欧盟兼驻比利时代表处李纯大使的邀请，西藏人民议会议员扎西顿珠和仁增伦珠、藏人行政中央驻布鲁塞尔代表仁增屈真根康和驻布鲁塞尔办事处欧盟联络官丹增平措，于本周三10月2号晚间出席了在布鲁塞尔举办的中华民国113年国庆酒会。请继续收看本期节目的最后一则消息。藏人行政中央驻澳洲办事处与新西兰与澳大利亚中共政权受害者联盟联合于本周二10月1号中国国庆日当天，在悉尼市政厅前发起集会活动，抗议中共建政后多次政策失误造成大批民众死亡，以及打压人权和推行种族灭绝政策。这场集会聚集了来自中国民运、西藏、香港和台湾，以及法轮功和人权团体的代表参与。藏人行政中央驻澳洲华人联络官达沃桑姆在集会上发言时，强烈谴责了中国政府在西藏各地开办殖民式寄宿制学校，强迫近百万藏人儿童接受汉化教育等政策。中国驻悉尼总领馆前政治领事陈永林、澳大利亚法论大法发言人戴尔、悉尼科技大学中国研究学者冯崇义等各界代表相续在集会上发言，呼吁澳大利亚政府使用马格尼茨基法案制裁侵犯人权的中国官员，并敦促各方采取行动，向国际社会揭露中共更多的暴行。观众朋友们，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欲了解更多有关西藏境内外的讯息，请登录屏幕下方的网址。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